后来继续来看，这是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公布，今仔日增加2例确诊的病例，拢是本国籍的，一个50外岁，一个60外岁，拢是男性，两个拢是某一间航空公司货机的机组员，两个个案的感染源也毋知为倒位回来的，即摆等咧调查。初步的掌握，两个人的接触者总共有131个人，其中有2个人是伫居家隔离，129个人是伫自主健康管理。今天公布的这2例是本国籍的50多岁跟60多岁的男性，那都是某航空公司的货机机组员哦。那2人是今年4月14号跟另一名机组员一同执勤到美国，那并由公司安排于当地旅馆检疫。那4月16日返台后进行3天的居家检疫，那4月19日经公司安排进行采检，那于今天确诊。那2名个案的感染源客症调查当中，那并已初步掌握2人之接触者共131人，那其中2人列居家隔离129人列自主健康管理。